慈悲天道是公，闻道是公。各位领导，以及副领导、副组长、以及各处处长，我们今天非常好的一个因缘，能够来参与今天的人才交流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看到换讲师后，我们所讲的里面的内容，或许感觉都是要以积极的来取代消极，因为在整个道场的推动过程之中，要有一个正向，这种正向非常重要。就如同我们这几天所看到的，我们立华组长在推动伦理教育，包括三宝教育，那或许都有看到他传给或许的一些资料。那他每次在看，无论是文理的教育，或者是三宝的教育，把整个资料记下来，都传讲给或许。那或许看到，就好像在昨天的班，那昨天的班呢，因为就有20几个来参加文理班，因为在整个以过去不到10个，现在已经到15个，已经打破20个。那从过去的消极，慢慢的在整个带动的过程之中，现在已经有来到20几个，那肯定我们这个文理班，在于我们立华组长的一个推动在一个推动之下，当然在我们的教务处的一个规划，那么这一块我们慢慢看到一些成绩单，这个是各位的领任各位的组长真的有在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或许是这样讲，尤其或许就直接讲，哪一个组长、哪一个领任、哪一个副领任、哪一组有人出来，哪一组没有人出来，或者就直接讲要求的最严格的，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你什么，那个就是你的贵人。如果今天只是不痛不痒，也不要求你，也不勉强你，也不鼓励你，那你才是人家的罪人，才是人家的罪人。那当然，就好像那我看到下营我们的龙舟领任，他负责一组，我就看到里面这一组没有人出来，我就直接讲说，你当领任在这一组不可以没有人出来。我们现在直接就讲，或许不要喜欢讲那个场面话，不喜欢讲场面话，因为没有积极的鼓励，我们就没有这一股的力量。那或许就直接讲，因为一个组这么大，怎么连1个、2个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带人家出来学习？那么请问，我们要再停滞多久？我们要再停滞多久？你看我们现在的组，一个组这么大连了一个组是60几个人，60几个亲婆，50几个亲婆，那所以一些没有经过人员呢，更加的多，但是连一个出来参与都没有，我不相信。为什么？没有用心，都没有用心，没有起早，没有起早，对不对？没有起早。所以道场不是来自于一个偶然，是来自于一步一脚印经营出来的，经营出来的。或许看到30几年前，那我爸爸，我们的一些老菩萨，比方说那吴坛主他们那我们前人的哥哥周公友他们或许爸爸他们，戴坛主他们一些老菩萨。在推动办道的过程之中，刚才那位讲师讲的，水亏
道亲的规大堆啊，卡行道亲的规大行，的确是这样。或许感觉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，尤其或许的爸爸，那个时候或许还做木材行，或许对道也不是说很知道，那个时候或许还是懵懵懂懂。每每看到，或许爸爸就坐在办公室，那个小小的办公室，有人去了，不离开本行，不离开本行，就讲到，因为我们中营啊，青湖宫啊，主任委员啊，梁干贝啊，他把他渡来青湖，所以那个前人是让他赞叹他，因为他为了渡来青湖，甚至于他为了要培养他来求到青湖，半暝啊，6月天啊，12月天啊，那冷飕飕的天气啊，去帮他用寒极水啊，寒极水你知影无？正较要咧种寒极啊，擦用寒极水呢，12月天呢，人是惊要阮被康，伊是惊出咧用寒极水呢。那种天气是很冷的天气呢，对不对？前辈子渡人是这么走出来的，是这么的走出来的。哦，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李太太吗？郭太太吗？不李梅吗？李什么梅啊？李玉梅嘛。啊，那个郭太太，哦，那个李显浩，最了解他为了当时在栽培安业迄个钱啊，迄钱啊，大家无离出来，无离出来。当时李太太，迄是李氏，迄个桂太太，迄是桂先生，迄阵当时对李太太，迄是不认同他办到了，但是他一路的坚强。哦，他一路的坚强，甚至顶下个写个，迄阵去拢无去，好佳哉拢无去拄着人赛，去拄着人赛，咱歹面笑话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李太太，她在办道的过程之中，她绝对不因为环境的恶劣，先生的不允许，她在修办道里头有稍微的停止，没有说安个大去点的心他改变错了，说安个。你晓得虽然富平老爸，迄阵的安业组长嘛，迄阵当中，迄个时阵拢用爸咧负责。迄阵咱我做领导的时阵，我都要时常走去找爸，伊遐规时迄个小汉流掉。所以咱好甲看起来，对过去，真正咱迄经济，咱爱上有这阵道路。有这阵的道路，是过去迄前辈者，因为应用着伊个脚踏实地去经营起来的话，这真正我们不敢否认的事实。咱真正看到因过去咧做，就是一步一脚印走过来，唔是讲搁等待，其实道路，就是因为你要用心去经营，你要用心去经营，比方说。我们每一个领任，我们每一个组长，我们每一个副领任，这个道路就是拢伫咱的心上嘛，咱的心上嘛。但是咱即马上看嘛，咱负责的我现在领任负责的领域，有对一个所在管理无对无？是毋是呢？我分做组长是我这个组恁的内底当中有对一个我关心无着无？有去注意着无？我做经理，我甚至讲对一个人管理无对，所以咱我一届，我深深的去领悟，也深深的体悟。或许感觉这届去到的是上台啊，这个高雄，其实高雄咱我嘛想不多的，你看较明显，但是看因片看到10分钟。我有影无声啦。我伫安怎变袂好势，声就袂出。若袂声就听伫遐吹甲咱讲哪话？面声就安讲这样说，可能你上无来啦，上天慈悲啦，要老你讲啦。
你知影讲嘛无变啊，啊我无查资料啊，我第一无查资料，啊无去物件尔，用迄用到二只，啊毋知很多什么人去，用钱咧入去嘛，对不对？8点半开始咧讲到10点嘛吼，到10点结束。到10点结束，我要转来到厝的当中，美香我传一个，讲我嘛讲难听，我电视，真的上天非常慈悲吼，我晚上的感受真的非常的好啊，因为我回来把我的电脑把它打开，那声音就会又再恢复了，啊无看去，我转来啊就放开出来，投影出来都无声音。你安怎比都比无，啊！无伊上天慈悲，你互你来后教了者，是毋是安尼讲？是安尼讲。啊，所以人讲，伊去了，咱互伫迄个时阵，2点半钟内底，他们大家共襄盛举。他们也说他们感受良多，但是咱互大概伊遐个年轻的感受，啊，咱互个担当着，真正咱互个担当着。哦，啊，因为有点像咱讲，或许的理由很多，因为杜家讲的，我们都说我们很忙，对不对？都是很忙，很忙的理由都把它带过去。但是你很忙之中，如果能够去安排，善用的安排，我嘛会当把时间调得咁强，我是可以，但是我不要去做这个行。所以伫后当中，伊即届，比如说即届，都就会着力的去迄个去迄个泰国，迄个车几啊车呀，4位车呀，咱台北就有南京，包括所以3宝班，咱我去，10点到位，他们伫遐等到3点，更加是变到4点那个了，因咱我坐5点半。或许跟他们在那边做了差不多相处差不多差不多10点、11、12、1、2、3、4，差不多6个小时。他们底下是用，你弄不上，他们都没有跑。这样是，你也看讲来的所以你来再讲。我们的感受每个人都很好了，但是你讲感受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好深深的体悟到，真正咱好很重，真正很重。发现咱好这边拜五后日要去，对今年到今还没去，从今年到现在都还没去。咱好嘛，感觉差不多，因为。花莲政府竟然放你，咱互感动着。所以今年听到咱互要去，伊嘛非常的欢喜。所以咱互会一直反省着我这个问题相信讲，咱的领导若当相信反省这个问题，咱的组长相信来当反省这个问题，大家都相对来反省这个问题，反省这个问题，你看，都袂耽误袂？我相信都。所以，咱我感觉，我未来我整个工作，无论是台北，无论是高雄，那无论是在花莲，或者是在整个台湾国外也好，那或许真的要自己要做一个妥善的安排。无是拢一路还拢能耽误着，拢能耽误着，这是一个真大贵性。所以我希望讲今日，咱今日，咱的干部。大家来当起来，就像咱的文理、咱的文理、咱的三宝，咱这个立法组长当中他很积极的，也是很有心的，就把要甲咱爱想这个文理这点，要安怎扫起来。其实我想要讲，文理是一个入道的门户，文理就是一个入道门户。咱真足侪道亲，咱真足侪道亲
咱结果轻松的得进文内拢啊，早晚现象不会，全世界会，有足济情况得进嘛是，现在袂有听学了都叫袂记，啊有一点啥子学，咱想讲诶，咱一个参考诶人才，咱对文内袂晓，咱以后要转去咱老母娘要转来变老母娘，要甲咱老母娘参考，要参考咱老母娘，是毋是安尼？即根本诶通话咱拢安尼会晓，所以我希望讲较实。咱今年过来，咱的迄个文类上报这个部分啊，希望讲咱的领人我希望讲咱的领人有人爱了解，有人爱了解，甚至讲，例如话你若当把你迄个表传落一条表，因为真足简单的嘛，真足简单的，你我点互恁的点互恁人者，看恁对一个组无人出来。对一个组无邀请人出来，因为咱会当追踪我们可以鼓励，安尼毋好，若安尼应该，互伊领人知讲，我4组有对一组无人出来，我要安怎去加油，要安怎去鼓励，若安尼来鼓励来送，我相信讲，咱的效果会得更较好，甚至三宝，中华咱领人。拢总会时阵叫我伊甲伊知影讲对一组，伊对一组较弱，要安怎去甲伊做到鼓励。所以即个因若讲我一组无，我是感觉讲迄种理由，因为一个道具遮大，我相信讲新道亲，咱有一寡旧道亲，咱嘛当带来学，咱有一寡无亲口，咱有一寡亲口道亲，你一面咱嘛当带来学，咱一寡。三宝，咱一寡道亲遮尔啊济，咱嘛当带来学，是毋是？像咱道亲带来，咱要甲鼓励，来甲伊换暖嘛，来甲伊鼓励嘛。咱今日拢惊无法度，甚至连联络嘛无联络着，你讲伊免哪来？所以这个部分，我是感觉有需要，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勉励，大家做一个鼓励，这是一个重点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点击。今年点击价钱可能要70，小可能70个位，你们70位了，可能还没嘛可能要70位嘛。所以咱过年有点贵，但是即马开始这段当中，应该是我是感觉，因为咱的清明节这个时间咱时间的物件，大家拢无迄个观念，就是讲掌握在14天咱有足侪亲戚拢会倒来嘛，有足侪迄个迄种倒来嘛，咱会当透过着迄个时间的关系，是毋是讲咱大家概念宣布咧，是讲有人亲戚在当随传倒，但是咧过去，咱若赢咧老业，咱一定排点倒；咱若中赢，太少讲咧老业一定有排点倒。但是咱即马规个拢总即个概念拢无去，所以伊拢变成安那？我得今年对一天排对一天做着，即马按对一天要行，其实对一天嘛无的确，迄天有人点倒。上好就是讲即个时间，你是讲咱过年，惊一个过年咱就点几百个，迄就是拢人拢倒来，少伫迄个机会都怎啊带，嘛无一定讲一次性你倒好来，嘛无即个物件，拢临时来帮着带来，帮着带来安尼。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讲，咱伫这个点击这一部分我想讲，在今年情人对这个点击还是一个很积极的要求。咱按想，去年我哋国内话咱就点这个出发，所以伫泰国我嘛会讲因建议，一定点去泰国，一当要千几种，咱过去1千种还没成过关。伫去年，咱也600几种，600几种，所以我希望讲，我嘛用规个讲，希望明年泰国要点1000种，一定要1000种以上去。咱台湾这地呢，爱积极些，就是咱好好啦能够很正确啦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人才教育嘛，人才教育有什么贡献2个不同呢？对吧？那好了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
十根前到10公，1到10公，第10班相母行30公里前到10公，再10公，30公，现连是10公，分到10公，再10公，30公。